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27，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国内佫新增加15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目前计共有267个病例。清明连假，交通部嘛要求发烧旅客袂当坐火车客运。中国政府宣布讲，自阴暗12点开始禁止外国人入境，就算签证还佫伫有效的期间嘛袂稳准。G20 这个国际组织邀请世界各国举办领袖的紧急会议，决定推动预算5条美金刺激经济的计划。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如果新增加15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分别是6个女性、9个男性。到这当阵，咱国内计共已经有267宗病例。咱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新增了15例，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那基本上大概都在美国7位，英国6位，那还有澳洲1位，菲律宾1位，那这边境外的移入主要是6女9男，机场采检的是9位，居家检疫的是5位，自主健康管理的是1位。那我们今天有一例是我们的解隔离，我们现在总共有267位确诊，30位解隔离。昨咱有报讲，海基会已经宣布3月29、30有2班飞轮机，要指定予留点乌北遐的台湾人坐转来。不过，当时那像有人咧话讲票价伤贵。早起苏贞昌院长直直发言是讲，使用者该当爱负担，嘛会含各单位搁再敲切。另外嘛有在野党咧压讲，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爱换苏院长家己换，不过伊是表明支持陈时中部长，决定袂去换人。目前也有超800外的台湾人互留伫乌北，海基会宣布第3批乌北的台湾人回国，预计伫咧29、30暗时，由华航原本就有的航班来运送，từ上海登来台湾。这2班航班是原本就有的，毋是包机登来台湾的专机，毋过是台湾指定有检疫人员，无甲其他旅客共机，采用像包机的方式。目前已经超过400个人登记，毋过有人批评讲机票收贵。苏贞昌强调讲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能保护同机乘客的安全。也能保护2300万同胞的安全为考量。至于机票的价格等等，使用者付费。这个回国包机机票的介绍，海基会表示，华航提供的介绍是12岁以上人民票2100块，2岁至12岁人民票1700块，2岁以下人民票200块。有立业认为讲，会当登来是上要紧的代志，伫咧保护台湾人甲保护台商的状况之下，敢会当尽量去做。在最短的时间可以回来最重要。那怎么现在还有这些大家的疑虑呢？对于两岸共同防疫这件事情尽量少一点口水，尽量做实事。行政院嘛伫礼拜四宣布，针对观光旅游业纾困佮加码，若是企业无减班，而且维持员工8成的薪水，政府会补助4成，逐个月上济会当补助到2万块。毋过嘛有立委认为讲，目前的纾困预算甲各国比起来也是伤少，认为讲应该爱加发消费券。任何困的人，我们都要纾，所以叫做纾困，所以要雨露均沾。对于社会而言，也必须要认真考虑是否再度发放全民的消费券，也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准备发放失业救济金。毋过最近嘛有在野党发出应该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换掉，苏贞昌表示尊重陈时中的专业，强调讲袂换人。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续休4天，交通部已经要求铁路、公路的车头、甲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有飞轮机场、甲大细径邮局。按4月初一开始，人客入门拢着磅体温，下头若2摆拢磅超过37度半，也是耳温超过38度者，就会劝导对方，就要回去休困，也是去找先生，无法度佫接待咯。乘客入去坐高铁进前，拢爱先通过红外线热相机，若连续量2遍头下温度拢到37度半，或者是第2遍量耳孔的温度到38度的人。服务人员就会考劝乘客登记做休困，或者是去看医生。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扩大，高铁公司自4月初6开始，全面替乘客量体温。在4月底进前，也伫咧全线12座车站24个建筑的票门，拢装红外线体温量测仪，提升防疫效能。对于温度超过标准的，我们都会自动有告警的声音。好，那也有自动截取画面的功能。
尽管有真侪民众出入的也个国道服务区，工作人员除了加强消毒的次数，伫台中的清水服务区也封闭部分的入口。以后也会增设红外线摄像机，将出入服务站的民众拢爱量体温，也规划一个服务区的卖场外口设临时的贩卖区加户外桌啊椅啊，来减少出来人伤罪情形。来上厕所的其实已经少了大概有7成了，车流量去看到的车并不多。人数上的限制的话，原则上目前没有。其实除了铁公路、车站、机场、国道服务区，交通部也要求旗下中华邮政营业所也量体温，有效做好防疫工作。疫情很严重，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做一个初步的过滤的话，那当然对其他比较安全的人来讲，当然是一个保障。交通部强调，在最近2礼拜是台湾武汉肺炎疫情发展的关键的时阵，因应清明连假的交通人多，民众伫咧坐大众运输的时阵，尽量是挂嘴安，做好自我防护，也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若是量体温量2遍拢超过37度半，是袂当坐大众运输或者是政治服务区营业处所等即寡人侪空间，也就是讲依法会当拒载。记者综合报道。搁来看台南市一个留学生返来国内，有照规定要留踮厝内检疫。毋过大楼的管理员和厝边头尾这2日来声哨，煞无通好。伊袂堪得去，家己翕一支影片表露这件代志。买手市府这边嘛有去了解详细。同款伫咧台南，另外阁有2个按法国来的旅客，是咧学了讲台湾防疫的工课做了好，和因结合的警方甲公务人员服务嘛拢真周至。台南一名电信的留学生19号对西班牙返来台湾，按照规定就必须要检疫14天，但是近期煞家己翕影片表示，遭受到大楼的管理员以及民众无友善的对待，甚至佫要求伊搬走。伊直言这款的行为根本是伫霸凌返来台湾的人。然后1人1句，2个人1句的时候，让保全人员他在询问他的时候，应该是说，口气有一点不好。可是我是觉得这样还是不可取的。今天会利用一点时间的时候，还会再跟保全他们所属的公司里面做一个沟通。其实居家检疫的人都是健康的人哈，那他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卫生局是会介入去做一些送医等等，还有清洁跟消毒的工作。卫生局是强调，袂使泄露检疫者的个资，以免受罚。伊区公所嘛表示，将会家己了解，嘛呼吁民众爱理性。但是相共是居家检疫，这2位来自法国的旅客，却认为台湾对于检疫民众的服务已经是超过水准。因伫咧近年之前已经到台南的旅游，嘛只会晓讲简单的英文，根本唔知影国外入境的旅客就必须要居家检疫。伫警方的通知之下，嘛配合政策伫旅馆内面自主管理。在检疫期间，其实这2位外侨也非常的配合，包括每天都有量体温，然后每天也会定时跟外事检这边做回报他们的健康状况。好，然后在检疫期满之后，他们也非常感谢台湾警察帮他们做的事情。检疫期间，警方竟家己开钱，将2个人上想要食的食物台湾水果、香、泡面等物资，包入去台南市府的防疫包送互因，嘛互因非常的欢喜。直直讲台湾唔但防疫较实，人生佫较水。记者王正混淡报道。昨英国媒体 BBC 报道讲，一个按英国来的女性和男朋友2个，当伫咧咱台湾隔开14天，不过说咧怨叹所大的环境袂输加甲遐尼歹。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台湾绝对无亏待因。花莲县政府嘛表示，迄是因为因讲无现金带旅社，检疫所费用省，环境嘛是真清幽，总是买手因双人有会失礼。BBC 的报道嘛已经撤掉了。根据英国媒体 BBC 报道，接到英国一女子甲伊的澳洲查甫朋友投诉，3月初过境台湾，原本要去澳洲，毋过受到疫情影响，留伫台湾居家检疫14天。毋过台湾的检疫所无收水，食真歹，亲像加价。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绝对无这种代志。这个检疫所这，我们敢说台湾绝对没有亏待他们呐。那有任何的需要透过代表处来跟我们讲，我们都我们愿意在国际的协助上面来帮他的忙。
指挥中心也强调，当初因讲无钱，才以1天250块的计价安排带去花莲检疫所，即间伫郊区的检疫所环境清幽，有独立卫生间，也有饮水机、洗衫机，7、8平大的房间，虽然无电视，暗过有无线网络。重点是大搁加3顿，1天只要250块。新市长英国女子表示，对食物件过敏了后，工作人员搁为伊换较无油的菜色。其实旅店呢是愿意让他住，但是因为他没有现金，所以我们卫生单位就协助他们，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帮助他们安置，他们也同意。如果这2位英国人突然想起来他们有钱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安排他住比较好的地方啦。外交部也对这篇报道甲事实无符合表示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台中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底，一个护理师郑小姐，早就安排3月初要含翁婿去德国甲瑞士蜜月，啊，毋过眼看病情咧喘，2月底无奈甲旅行社取消，甚至搁得爱赔5万块。伊讲虽然是毋甘，毋过医护人员嘛是得爱做好模范。啊，因病院的护理长嘛讲，即阵啊医师、护理师的心理压力拢真重，望民众都爱理解甲支持。伫手术房内底准备开刀器材，还佫了解手术的进行程序。伊是爱台病院开刀房的地线护理师。去年11月甲翁婿规划，打算伫1月结婚了后，3月初带团前往德国甲瑞士来度蜜月。无想到欧洲疫情愈来愈严重，决定伫2月底来取消行程。犹豫很久啦，其实因为毕竟那时候德瑞还被疫区，然后又要赔5万块，其实真的很多。对，所以其实有犹豫很久，可是因为后来陆陆续续就是各地方都有传出灾情之后，我们就想说，为了自己安全，也为了大家安全，就是先取消。地线护理师虽然讲真毋甘，不过防疫关头，护理人员应该爱有带头的作用。加上防疫人员嘛真安，伫2月底来决定取消行程。不过取消当时，德国甲瑞士暗时疫区，旅行社依照契约来出团，阿某选择来到5万块的违约金。而面对疫情严峻，护理长坦言，除了工作量增加，心内压力嘛是袂小。甚至我妈妈的邻居也跟我妈妈说啊，说，你女儿从医院回来，还要让她回来还要让她回来这边吃饭，这样好吗？医护人员算是少数，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在防疫的这一块都是非常用心跟去想要做好这一块。护理长表示，除了防疫人力真安，徛上工作岗位第一线，还佫承受各方来的压力。除了做好家己的心理调节，嘛呼吁民众爱做好自我的防护之外，对着第一线医护人员，嘛给一寡同理心。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仔日美国的川普总统签字发布3月初美国国会联邦参议院众议院通过，要支持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阁有含咱加强往来的台北法案。外交部嘛即时表示感谢。早起蔡英文总统是接见医护人员的代表，感谢因众人伫这回灾厄内底辛苦付出。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发生超过2个月，医护人员全体加入防疫。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医护代表，感谢因伫咧这段时间的付出。伫咧国家需要时阵出来拍拼，任务是真辛苦。每一个医护人员拢是台湾防疫的英雄。完成每一项的任务，我们都是台湾防疫实力的表现，也更受到肯定。那么今天现场的每一位都是无私奉献、尽心尽力。各位都是台湾的防疫英雄。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出席，蔡总统佮特别讲到网友讲防疫爱顺时钟，时间会当行好顺，是因为大家拢坚持伫咧家己的工课，这场战役还未结束，大家爱继续拍拼。就伫咧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到国际关心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台北法案，法案正式开始，这嘛是伫咧2018年台湾旅宪法了后，美国第2个以台湾号名的国内法，表现出强烈挺台湾的力头。外交部我们诚挚的欢迎跟感谢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对于我国的外交空间、国际参与、深化台美经贸以及安全关系，以及对于台湾的民主成就的一个肯定跟一致支持。台北法案的重点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还有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作为，支持台湾强化甲印太地区甲全球各国的正式外交关系甲谈判关系，而且加强台美经贸关系等等。法案的共同代表参议员贾德纳嘛发表声明讲，真欢喜看到川普签法案，而且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各种管道支持台湾伫咧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几日，美国新增加得到武汉肺炎的患者拢超过1万个，尤其昨做一个，阁加17000几个病例。
到中昼这当阵，美国计共已经有85000几站病例，致病人数嘛赶过中国。川普总统是讲患者的加，是因为美国验了有准，无像中国的统计人数济少，拢是因家己咧喊的。美国确诊人数直头增加，超过中国，成做全球病例数上济的国家。总统川普是讲，病例数增加表示美国的检测做了真好。No, I think it's a tribute to our testing. You know, number one, you don't know what the numbers are in China. China tells you numbers, and. 川普阁讲，习近平主动要求要甲伊讲电话讨论疫情，相信会讨论了真好。了后，阁批评中国讲，美军甲病毒带入来中国的讲法是唔对的，而且阁一再强调病毒是为中国来的。川普对防疫是真有信心，疫情真严重的纽约州煞是无用甲真忝退。州长古默伫咧当地时间2日表示，纽约随时面临着医疗体系未堪治的情形，已经批准予呼吸器分流。We have approved the technology that allows one ventilator to serve 2 patients, what they call splitting. 唔但纽约州、新泽西、华盛顿、伊利诺伊州等等，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500，疫情有升悬的趋势。另外，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5角大厦已经下令，甲军舰顶悬全部的人员拢爱做病毒的体检。疫情冲击之下，美国目前已经有330万人失业。到底什么时阵才会稳定落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分析预估，疫情可能会拖到6月才撤落来，而且未来4个月，美国会有超过8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来死亡。CNN 是报道，若是根据人口推算，美国感染的人数会是中国的4倍。来看欧洲，意大利过一日阁新增加4000多例，662个人死亡，累计嘛超过8万例，总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已经是中国的2倍。意大利目前爱救命嘛爱救经济，总理孔蒂伫咧当地时间2日宣布，会投入至少500亿的欧元来振兴经济。西班牙过一日日头增加8500多例，600多个人死亡，累计超过56000例，死亡超过4000个人。过一日病例升悬速度超过意大利，是欧洲疫情升悬上紧的国家。当地疗养院正做高危险的地区，西班牙1/10的死亡病例拢是为疗养院来的。英国疫情嘛变动了真紧，过一日新增加2000多例，累计超过11000例，成做全球第9个病例数超过1万的国家。过一日死亡人数超过100个人，目前已经有500多个人死亡。烦恼疫情爆发，医疗体系恐惊是未堪哩。英国开始把展览中心改做临时病院。另外，德国累计已经超过4万例，法国累计要3万例，瑞士超过1万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 G20 20国集团这个国际组织有史以来头一摆，各国的头人用电脑镜头连线举办紧急的视讯会议，决定要推动预算有美金5条刺激经济的计划。嘛有各国的领袖拢提出主张，包含讲疫情的消息要互相通透，医疗材料运输袂使受阻碍，嘛唔通扣关税，阁有预防车甲药品研究的资金嘛着要增加。20国集团 G20 会议由轮值主席国沙烏地阿拉伯召開緊急會議，國際投入大量的資源，挽救全球遭到重創經濟，總金額5兆美金。每一個會員國財長甲中央銀行行長定期溝通協調，相關方案4月份會開會討論。رسالة إشارة قوية لإعادة الثقة في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من خلال استعادة التدفق الطبيعي للسلع والخدمات في أسرع وقت ممكن وخاصة الإمداد الطبي الأساسي. Salgının kontrolü ile hastalığın teşhisi ve tedavisi konusundaki birikimlerin de paylaşılması gerekiyor. Торговых войн и санкций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оставок медикаменто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願意分享防疫經驗，向疫情拖垮的國家提供能力所做的高的援助。20國集團加強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採取共同舉措，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發出有力信號。英國媒體衛報認為，這場會議無證據，不過也較無明確。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進前一禮拜，甲G20各國領袖通過電話表達慰問，不過無美國。中國最近醫療支援意大利，被解讀是借此提升國際地位，各將家己是疫情發源地焦點轉移。在這時機點之下，
各国也意识到，伫医疗设备甲物资顶悬，拢爱挖苦生产量真大中国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国政府积极伫咧国际社会露面，毋过因嘛已经宣布讲，自阴暗12点开始暂时禁止外国人入境。就算是签证还阁伫咧有效的期间内，也是有居留许可证嘛拢袂当允准，阁有各项免签证入境的办法，大多数嘛拢暂停。敢若少数因为外交公务甲礼台签证无受到影响尔。新冠病毒今年初为中国河北省武汉市为中心大开，如今已经是全球大流行。为防止境外病例移入各冲击疫情，造成防疫的空隙，中国政府26半暝宣布，为28透早开始暂停禁止外国人入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2020年3月28号0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证件、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同时，中国政府也暂停外国人摕 iPad 的商务旅行卡入境，暂停考核签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协旅行团入境广西免签也拢暂停。不过，确实摕外交、公务、礼务、实质签证入境是无受影响。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公告强调，这是中国为应付当前疫情参考真济国的做法，不得已所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另外，为了严控疫情，中国民航局26日也祭出严厉措施。29开始，国内每一间航空公司经营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航线，仅能保留一条，而且每一条航线每礼拜营运班次免超过1班。外国每一间航空公司经营到中国的航班，也仅能保留一条，而且每礼拜营运班次袂当超过1班。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讲完，咱来看香港。香港到单计共已经有435个病例，昨昏佫新增加43个患者。其中间有11个是含兰桂坊这个角头，规处所在咧经营外国旅客人来客去所行搭的酒吧有牵连。治病有酒吧的工作人员、乐师，甲去听歌的人客。对这大家挖出去的病例，计共已经有24个。这是香港目前上界大错就近烧化的案件。传出群聚感染的酒吧暂停营业。香港兰桂坊有3间酒吧，因为工作人员甲对成员甲人客确诊武汉肺炎，所以拢停业进行消毒。兰桂坊进前都有13个人确诊感染，佮加上2日新增加11个，相關嘅感染者已經有24個人。一共咧就有120幾人嘅，咁其中咧都有16位到啦，就已經係確診個案。咁所以咧，我哋都追蹤翻嗰啲人士咧，都會全部咧都送入去檢疫中心嘅。新增加的11個人，包括3個酒吧職員、4個隊成員，甲3個酒吧人客。香港官方表示，已經確認是本土感染的狀況，毋過敢是發現社區感染，閣愛觀察。有一個22歲女警，捌因為去過酒吧轉來治病，接觸過警隊同胞超有90個人，必須愛佇厝內做工課。有病人員講，女警佇咧內科病房超10點鐘，迄當陣醫護人員敢若普通的外科喙炎來保護。香港衛生官員表示，女警佇咧病院超接觸44個人。香港2日是增加43件確診病例，累計已經達到435例，疫情也閣佇咧擴散。毋過，香港政府繼續安排包機，甲調佇咧烏巴香港人接倒轉來。2日長邦包機總共接到281個人。翻嚟嘅一啲即係喺湖北省以外嘅香港人咧，咁都有唔少㗎。咁暫時咧，我哋喺嗰度就未見到有確診嘅個案。市特記指出，3月初頭一批武漢包機轉來香港的400多人內底，敢若1個人確診。這個月中國的疫情較穩定，毋過境外疫情率先倒變，佮加上武漢市對外交通也是封起來，無航班直飛香港，所以會甲歐北政府來討論第3班包機轉來香港的代誌。記者綜合報道。咱國內診斷確定的病例已經200幾個，目前是有29個患者解除隔離出院，甚至風聲講，個人已經產生抗體，結果體內嘛是驗會到病毒。醫學專家當時講，因為這款新型冠狀病毒變化多端，點佇咧人體喘氣的呼吸道，佮結構生態。疫情指揮中心是表示，為咗安全起見，患者攏得連續3擺驗未出病毒，才會放因出院。國內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數繼續增加，已經到200多例。
不过只有29个人解除隔离。甚至传讲有一寡患者体内产生抗体，不过呼吸道依然验未到新型冠状病毒，出现这种正特殊的现象。对此，有国内专家讲，这种病毒正干巧，会当伫咧人类的呼吸道内面适应反射了正好，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能把病毒完全拢排出体内。有抗体只能去清除比较外面的病毒，那真的躲在细胞里面的病毒需要靠 T 细胞。那很有可能 T 细胞的反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上来。另外，有医生讲，这种病毒突变了真紧，临床就发现，就算是感染过患者，也无一定袂过去感染到，而且身躯顶有抗体，也无一定有100%的免疫力。所以有测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效果，可能是不如预期。我们目前对这个病毒的感染模式呢，观察时间不够久，就冲进去做疫苗了。而这个 RNA 疫苗的优点是它的制造是很快速，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产生的免疫力比传统的疫苗还要不稳定。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伫目前国内确诊的确诊病例是无并发症的轻症，治疗的中位数是伫24天，不过也有人需要53天才能完全好势出院。指挥中心讲，为了安全起见，确诊的人就要连续采检3遍拢阴性，才能解除隔离，这是目前上安全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咱国内所增加17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内底，其中有一个政治大学安排出国去短期交换上课的学生。政大郭明正校长早起就出面说明讲，这个同学倒转来到台湾，拢无入去到学校。不过因学校内底还有2个学生是和诊断确定致病患者有接触到，但嘛拢已经在家来隔离14天当中了。最近为国外转来确诊的个案增加，指挥中心26号暗时证实，晋大一位出国的交换学生确诊，但是伫咧透早甲中昼，晋大是接到2位学生接触感染者爱隔离。校长郭明正嘛对全校发出公开批，但是一讲3个姓氏学校烦恼会引起惊吓，郭明正决定清醒说明。他从回国之后就搭防疫专车回到他中部的家。不止没有回到学校，和同学、老师有所接触，他连家人据称也没有接触。确诊学生转来台湾了后，无去学校，即马伫咧病院治疗。居家检疫的2位学生，一位是去欧洲的交换学生，是转来台湾坐伫咧隔壁的人感染，嘛无去学校过。另外一位是伫咧外口睡厝斗阵大的人确诊，有2门课26位师生受影响。曾经来上过课的那个同学跟老师，都要进行自主监测，这是属于我们学校所采取高规格的一个防疫抗疫的措施。比起听同学之间的传闻，就是听公开官方的说法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晋大指出，即马阁有400多位学生伫咧国外未强制因转来，爱由学生甲家庭讨论风险，若是转来会提供协助。离疫情危机也未解除，强烈建议最近为国外转来的老师学生14天检疫期满了后，阁自主检测14天，有状况莫到学校请假会放松认定。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因为进前有武汉肺炎的患者捌去到高雄的夜店出入，高雄市政府开始1礼拜去遐夜店稽查2摆，到当也是定定查到不少业者甲人客伫咧无通风的场所喙烟拢无挂。卫生局表示，目前敢来当劝导，不过原来有真侪夜店的业者因为生意受损害，已经自动暂时停止营业了。警方含市府人员去 KTV 点心搭等所在稽查，因为是密闭空间的营业场所。防疫期间，高雄市政府逐礼拜稽查2届，不过也是店家无做好防疫措施。消费客群还有相关的一些服务人员部分，在最基本的像口罩啦，或者是一些洗手习惯这一部分呢，都没有很直接有效的这提升。台湾第2例武汉肺炎个案捌去夜店佚佗，引发高雄社区感染的疑虑。虽然目前室内场所100人以下无禁止的法规，市府当建议大家挂喙烟，店头家嘛伫每一批人客离开的时阵消毒。不过嘛强调讲，若是疫情继续咧拖，会有规范也是禁令。不过开始有疫情以来，夜店的生意嘛受到冲击。高雄有2间真有名的大夜店，为着要配合防疫，就先休困2礼拜。
生意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了哈，然后加上一些疫情应该重演哈，然后去做一些防护啊，所以就我们知道，所以他们就自行停止营业一段时间。除了2间暂时无营业，目前高雄受到冲击新兴歇业的夜店总共有3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统计，到2月为止，全台湾已经有121间的夜店停业，上侪地区是伫台中，佮有台南。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按3月19开始，对国外倒转来的民众，拢都要在家来检疫14天。不过，到底这款对象有偌济？台北市王凤美议员提出数字，讲迄日台北市政府掌握到爱在家来检疫的人数才2300几个，啊，中央的资料所有8000几人，这中间敢是有走险？搁另外，台北市政府针对无照规定留店厝内检疫的人，有按算要开始运用集中检疫所，规气将因集做伙管理。19开始，为国外档来台湾的民众，拢必须居家检疫14天。但是中央甲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人数，敢是嘛有共款？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向中央甲台北市政府调资料，显示无共款的数字。伊摕出图来看，3月19迄天，台北市政府有2352个人，但是中央却有8427个人，烦恼这是防疫破口。这2个，你看这个黑数有多大？高达6000人。高达6000人之多，居家检疫人数还搞时差了。系统每个小时都在汇入新的名单，那这个新的名单还包括检验的名单。我们不清楚中央的报告的数据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每天系统跟中央看的是一模一样的。民政局回应指出，系统的数字随时咧浮动，因此时间差嘛会造成数字无共款。强调甲中央是使用同一个系统，袂因为数字无共款来影响后续的关怀甲掌握。不过，居家检疫的人数一直咧升悬，嘛一直有人爬走的案例。台北市政府打算启用集中检疫所来阻挡。4月3号，我们会启用台北市的集中检疫所，也就是在台北市爬走很多。居家检疫有困难的人，我们会安置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新北市是邀请大卖场相关等业者来面对面讨论，像是 KTV 如何避免伫室内一批超过100人的做法。市长侯友宜认为，若是业者有需要，市府有责任以公权力来介入。如果业者他某部分的需求需要我们政府的公权力介入，来帮助他们管控人潮，甚至把它做得更到位的指导。我们都愿意站起来、站出来来做指导。到3月27为止，新北市的居家检疫人数是13095个人，犹原是全台湾上济。侯友宜祭出动法，呼吁居家检疫者忍耐14天，莫违反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台北市的消息，来讲用网络印订单，才交代送餐人员替咱送食食到厝这的公司，敢有咧重视手下人员的交通安全？台北市劳工局指出讲，虽然市政府有制定规范要约束业者，不过你像 Uber Eats 这间公司，就是登记在咧新北市，因管理未够。啊，台北市警察局嘛统计，按去年10月到今年2月 ，Uber Eats 的送餐人员交通意外受伤的上介济有214个。防疫期间，外送人员订单增加真多，台北市开出第一枪。针对外送平台业者自治管理条例第17正式上路，要求业者为外送人员投保上加200万的意外险，而且必须是全时段型，不论是请或者是承揽，拢要有。按过台北市劳动局指出，亲像 Uber Eats 的商业登记在新北市都管袂到。资料的话是有一家 Uber Eats， 它公司登记是在新北市。那如果说他今天因为我们规避我们这一个自治条例，而把他公司登记在外县市，那短暂看起来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管辖得到哦。那但是这个也促使过去的那个县市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压力。自治条例也规定，市府应该是按规公告外送人员交通事故统计。回顾法规上路进程，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发生在台北市的事故，Uber Eats外送人员有213人受伤，1人死亡。
普遍大，是140人受伤。户户送甲有无外送摇篮山的案件，台北市内发生意外上侪是业者反倒倒来无受到法令的规范。台北市劳动局呼吁附近的县市甲中央赶紧对咧做。台北及新北的这个市长双论坛的这个情况当中，因为我跟这个新北市的劳动局长也刚好坐在一起，那他们也有回应说要就是我们这个自治条例上路之后呢，他们可能也会随后就会来做。另外，桃园市已经伫3月初有过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业者替外送人员爱投保意外伤害险，额度并应比300万较低。条例已经送寄回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早起有一寡老牌老字号的餐厅业者出面表明讲，这阵仔业绩敢若剩应过一成，根本就拍袂过。毋过嘛，毋敢结束经营，因着望政府爱伸出援手，协助众人渡过难关。另外，国内3大饭店业的集团，但嘛同齐发行联合通用券，要互企业下底员工甲亲人来运用消费，通好加减帮助观光业的生存甲发展。已经到中昼食饭的时间，餐厅内底煞无虾米人客。这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餐厅树香园，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业绩为逐个月上千万，敢若剩一成。若树香园有这款的情形，真有名的银饰餐厅，就算伫咧店门口替人客放体温防疫，人客也是不爱入来，生意是真歹做。业者27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会当协助渡过难关。3月份就变成150，4月份假如说维持营业额还是在150，小继续垫下去，度过了4月，那还有5月呢。2月份的200多万到现在100多万，那接下来我们不知道会怎样，尤其这个疫情是未知数。因怨叹讲，因为开店无生意，无开店人事、店租等等的支出拢是负担，毋是干那做食的，饭店业嘛受到影响。为着要刺激消费，国内3大饭店集团有自救的行动，做伙发行联合通用券，结合员工旅游基金，互关系企业的员工甲厝内的人会当去饭店消费，希望会当振兴国内的经济。以最谨慎小心的态度，以及最大胆创新的精神，来面对这一次的疫情，我想是我们3家共同的心愿。在这么艰困的时刻呢，很感谢老板为员工呢又增加了另外一个福利哈。那当然呢，有了这个券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家人啊、朋友啊，都可以一起在国内旅游，刺激消费。业者表示，目前饭店的业绩直直落，若是大家拢不爱消费，经济一定会崩落。虽然真感谢政府的纾困方案对营运真有帮助，不过政府的帮忙嘛是有限的，人租也是爱自租，才会当度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人讲第一是食，第2清，咱人食清是生成。讲到食有真侪俗语，讲到饭店餐厅，俗语话内底色情兼伦理，分析感情、论人生的道理，咱同齐来甲探讨一下。搁将头一句招你来研究一句，讲总铺惊食豆，吐水西惊掠漏。当然啦，这古早吼咧讲斗句的话，有影咱知影讲掠漏真晦气。毋过你讲牛的有无？牛的吐水西，大家有3牛甲无抢，烧钱要叫伊去掠漏的，这嘛真济呢。毋是讲哦，所有的总铺拢惊食豆，毋是讲所有的医生拢惊治嗽啦。有法变有破，相信讲每一道咱只要认真做，做总铺你毋免惊食豆。虽然讲若煮暗时间较长，煮豆咱就甲打起来，勇敢打起来的时阵，这就有一句俗语啊。若啥物代志来，你讲吼，我敢面对，我敢担当，我眼来看起来这是小事啦。以我的经验，我敢来试看卖啦。这另外一句俗语，竟然咱甲餐厅、饭店有牵连呢。这句话就是讲，开饭店唔惊人大食。对，那这句话吼，古早咱民间流传的故事，汉神咧点兵，敢无一句讲道道益善。翻作白话就是讲，开饭店无咧惊人大食啦。另外，咱嘛搁一句话啦，讲海龙王哪有咧吸水？海龙王无咧吸水啦。所以你若对家己有自信心。讲我开饭店，唔惊人大食，人就会考验你的功夫咯。真正就是讲表现拍出名声的时间就来到。你讲吼，平平咧做总铺，平平咧做涂水师，甚至平平咧做医生，
小镜头咧看，大家拢差不多啦。感冒拍牙像这哪有啥？但是当着拄头、当着张面的时阵，有史以来安尼甲摆起来，愈歹料理的代志，你若有才调，愈高甲料理，将代志难关解决者，相信讲你的名声，原来愈受人学咯。讲到大只，还佫一句俗语话，咱讲吼，有的人吼，大只小算，就是讲吼，你安尼。要食足济啦，但是暗算起来讲啊，我著食一点仔尔啦，吼，我小可仔就好啦。这无得确咧讲遮哦，讲做工课嘛共款，甚至讲办头路嘛共款。你毋通讲，干那看讲你按淡薄仔要用尔，有当阵啊用超过，才伫咧烦恼，迄著袂赴。咱著爱做人，好天就即好来娘。毋则人另外哪有一句话，咱讲毋通大只小算，毋通讲吼小可仔工课，你毋准备呢？咱宁可流行即马一句讲超前部署，就是讲吼提早准备，加准备过，加准备又好，毋通大只小算。咱宁可加量过，剪布嘛，得爱剪到较量咧。安尼先做啥，自然做起来就好看，就比早。你讲看有影无？这拢是食方面真侪趣味的俗语，饭店餐厅方面的俗语话，咱互相来探讨甲开讲。过来，咱换来讲宗教方面的消息。本地旧历3月各地头的宫庙进香是闹热滚滚，啊，毋过今年因为病情的灾害，真侪进香甲绕境拢已经取消，啊嘛有少数庙方是讲共款要照办。打到宗教团体出面，望政府就要提出一套标准，互因有地通去依我，才袂讲要进香也毋甜，毋进香也毋甜，地惊死，房惊飞。阵头真拍拼伫咧演出。过去这种闹热的情景，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就愈来愈少啊。早前宫庙的活动拢会超过100多人，为着要互宫庙判断活动敢是会当举办，新德市府特别制作风险评估的表，希望会当互宗教团体做参考，照图表顶悬的色水来区分，若愈接瓦红色的风险就会愈大。这个分数如果累加越高的话，那它的代表它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评估自己所能够承受的一个管控措施的范围之内，如果没有办法把握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就是说，这些公庙还是宗教团体能够暂缓来办理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宗教团体表示，即马政府定一个真明确的标准，确实会当互公庙有一个依据。其实对公庙来讲的话，他们这个比较一个好的一个台阶可以下，也不需要跟民众解释那么多，因为政府的防疫问题已经全面了嘛，全面性的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然后公庙也可以很自然就可以说今天不办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然后配合政府，这样会比较好。尽量少人比较好，比较不会有感染的风险。像那种群聚活动的话，就尽量减少啦。嘿，那等这个疫情过了之后，再来实施这样，对大家都比较好。武汉肺炎疫情还搁咧炭烧，台湾各地公庙拢传出要取消大型的宗教活动，透过民间甲政府共同合作，做伙防疫降低风险，互防疫的工课做了更较周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关心地方交通的消息。去年年尾，南回公路安朔草埔路段新建设的高架和磅空工程正式通车。毋过，这条道路时速是限60公里尔。礼拜休困的期间，只有1点钟内捌驶经过5000只的记录，嘛有短短塞车。但都未少民意代表和民众拢要求讲，时速的限制会当小可提高淡薄啊。公路局这边嘛顺正人的意，伫咧清明假期要试办，提高限速到70公里。南回公路安朔高架公路限制速度60公里，车驶入来到磅空，同款限制60公里。民众讲磅空内底规个看落真相像，无啥变化，而且限制开60公里，确实淡薄仔慢，感觉爱开真久。但车流量大的话，这种开法是实在是有点吓人，慢。速度60公里就觉得很慢，很单调，就这样子啊。公路局安朔行控中心透过监视器掌握高架公路甲磅空内底车的状况。去年通车了后，大部分驶车的人拢有照限制速度来驶。不过，228天的连假，捌记录到1点钟有5000多台车，而且佫有车派去吊伫咧遐，全规个塞车。在我们的统计里面，像228总共有10起的这个故障抛锚的状况。即马公路局按算清明连假要试办限制速度提悬到70公里，那向要入来真侪车，希望会当改善塞车的情形。试办的阶段，然后在这段期间，尽量配合。
单向电工南回公路伫咧连续假期难免会溢入来真侪车。除了提悬限制速度来改善，嘛呼吁民众开车进前爱先保养车辆，而且检查车的油、水、电甲链啊，确定拢无问题才出发，才会当避免伫路人车故障造成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选举转票20岁才会当去转，这个立法敢若剩3国尔，啊，台湾是其中一国。蓝军甲绿军近来拢开记者会，邀请少年家讲出因嘛想要选举转票的决心。当然，这暂时要修改宪法，在野党嘛要求执政当局要赶紧组成修宪委员会来敲切这件代志。18岁不能自主开户或租房子，18岁也不能投票属于自己的未来。替伫咧学校上课的高中生说出因想要下修公民投票门槛的这个心声。民进党立委范云3月27邀请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秘书长叶大华等人做伙伫咧线顶召开记者会。伫咧线顶开会，就是为了避免群组感染。因也伫咧会议说明现阶段修宪18岁公民权的进度，包含修宪案，然后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的案子，还有关于就是公职人员选罢法，还有总统选罢法4个案子都已经成案哦，那已经送到立法院哦。另外一边大化改革，想要和少年世代徛共边的国民党也开记者会，邀请学生囡仔到场，说出家己想要参与选举的心声。国民党也批评民进党声声句句讲要降价参政的年会，不过只有国民党提出修宪的版本，要求民进党得要赶紧组成修宪委员会。40位委员的全部的联署，我在今天就会马上提出，由党团提出，向我们的院长请求召开修宪委员会成立的朝野协商。在我们的国小就有所谓的自治市长，在我们高中就有所谓的学生会选举，甚至大学也是有学生会，这种全面的一个民主培养的话，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是准备好迎接国家的未来。即阵全世界投票年会维持伫咧20岁以上的国家，只剩台湾、新加坡甲突尼西亚。不过修宪涉及立法院的转票，也有公民互决2关。关心少年人权益的团体认为，应该要采取2阶段修宪的方式，以18岁公民参政权修宪案单独整做一案，也配合降价修宪的标准。那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强调，希望透过立法也有协商，成立修宪委员会，推动修宪案，展现挺少年人的决心。记者阿明金田玉水台北报道。有的科学家认为讲病毒是会对野生动物传过来，互咱人类致病。不过人嘛有可能把病毒传给动物咯。非洲肯国共和国这个国家公园内底就烦恼游客会把武汉肺炎的病毒为何用要坐诊、用要断症的猩猩，就安尼宣布暂时关门。山地大猩猩伫港国保护区内原始动态吸引各地游客，其中各以日本、西班牙、法国甲意大利游客上济。园区烦恼新冠病毒会经过甲人接触，为何大猩猩已经下令这个非洲第1个成立的国家公园，即马开始关门，一直到6月7日。保育人员会这么紧张，是因为一个真平常的感冒，都可能让山地大猩猩死亡。疫情若是伫这个群体摊开，真可能让全球只剩差不多1000只的山地大猩猩灭种。We don't know right now how seriously they will be affected, but we do know that other human diseases that have gone to apes have had devastating effects like polio and even flu. So I think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autious. 为保护山地大猩猩，这个园区原本规定，游客甲猩猩必须保持7公尺以上的距离，不过安尼执行有困难。有时猩猩也主动挖进针对，规弄这国家公园才会忍痛做出关园的决定，不过也会失去可观的观光收入。附近的卢安达甲乌干达国家公园也决定以加强防疫来作为因应。The additional measures that are being added is disinfectant at all the different sites, encouraging tourists to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Wildlife Authority is also thinking of. They've approached us to consider the issue of tourists wearing masks, so we're hoping that will move ahead very quickly. 新冠病毒原本为动物为何针对，即马可能阁透过人为何特别绝症的山地大猩猩，和动物专家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恒春遮有一种真特别的虎来菇，这是一款木耳。
讲到要等雨水过才有通收，等嘛有农民利用有机种植来生产，望讲毋免等雨来，就会当有好收成。看起来真好食款的面、肉丸、鸡汤摆甲柜道顶，这好食面拢是用恒春半岛所种造、通过有机认证的地木耳所料理的。野生的地木耳爱落大雨了后才有通收，因为安尼嘛有人讲是雨来菇。原住民是叫伊上帝的目屎。那以前在这个我们的这些恒春半岛地区里面，我想这个是在乡村田野之间随手可拿、可手可见所以我们就有这样这个以来菇，我们把地方的产业做一个创生。虽然号做雨来菇，毋过这毋是香菇类的，这是一种生伫咧陆地顶悬会使食的纳力藻，食起来口感袂输是乌木耳甲海菜夹做伙。地木耳毋但产能煮汤好食，而且佫会使做一济无共的料理。在高雄农业改良场的很密集的辅导，非常用力的辅导，我们在短期之内就有做出一支清真认证的藻面。那我们藻体含量高达40%，然后非常的纯粹。然后主要是这支藻面的话，它 B12含量很高，钙质是牛奶的12倍。因过爱等雨来，才有得找这种滋味。即卖毋免等雨，人工就会使种出高品质的地木耳。农民投入优先种植，目前已经有2公顷左右通过有机的认证。这款营养的好滋味，一年四季拢食得到。未来会继续投入产品的研发，让消费者食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咱讲万项拢咧起，毋过台南咸水遮竟然还佫有一粒35块的便当通好买。这间店已经做到第3代，少年头家讲庄脚人毋敢望要趁较好业，毋则对阿嬷的时代，因就开始提供好食、营养佮俗的便当来照顾乡亲。炒猪肉、卤豆奶仔、咸鸭卵，也佮有2项菜，看起来就真好食款。这个便当只要35块，还未到中昼来包便当的人就不遐多。俗够好食，俗够好食哦，袂歹，袂歹哦。啊无啊，大家拢要走啊买。台南咸水这个徛街无空榜，头家就店遮做卖便当的生意，已经伫咧地方经营30-40年啊。一天只卖中昼顿甲下暗时啊。对阿嬷的时代，20块卖到即阵35块。第3代头家讲，便当的菜色真侪拢是附近的居民家己种的，卖便当的收入就是薄利多销。菜是附近自己种的，所以它也会算便宜一点呢。目前都没有打算呢。目前没有打算。因为35块已经卖了10几年了，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啊。头家讲，老祖公来遮包便当，已经食甲知影因也会改变菜色。伫咧即阵，逐项物仔就起的时代，台南咸水也佫有即个35块无起价的认证味。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宜兰三星，只有一支等公车的车牌边，即阵啊去掘到一窟温泉水。互大家听闻等公车拿浸脚，甚至讲拜6礼拜也有派出免费的社区巴士去载一寡老大人来遮浸脚，实在真有心。từ宜蘭三星的精神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前的車牌啊，甲台灣各地攏無共款。學校từ車牌啊片烏着洪水，加做一窟池啊，互民眾在等車的時通浸腳袂受凍。啊，真好，真溫暖，嘿，真好啊靠，攏袂乾的硬的，真爽快。这个车牌啊，红公水是全台湾上温暖的，逐天早起9點開放到下晡4點，會當40個人到頂集。公所會派人專工拼燈，來到拜6禮拜會有免費巴士載裝來4大人來浸腳。咱透過咱在地這資源吼，佇聖母更新府專挖出來這溫泉井吼，咱要分享吼全三星鄉的鄉親，甚至於咱全國鄉親，咱攏歡迎。大家這個所在來佚佗。外圍啊，民眾通行27線，在地民眾通坐免費巴士南線，就會到做伙來浸洪水。因武漢肺炎疫情滾價，公車逐日攏會消毒，運將也攏會掛喙暗塞車，請大家安心來佚佗。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因為方便接近，下晡中央氣象局已經針對台北、新北、桃園、南投、雲林、嘉義、台東，攏發布大陣雷公雨的特報。天氣變化真快，這2日西半部甲金門、馬祖透早嘛會卡蒙霧，民眾出門都要注意安全。下半部天氣變化啥款？咱來看各地頭詳細氣溫的資料。
北部25度到31度，中部27度到32度，南部23度到31度。东部23度到30度，金马平湖17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